先生您好。先生你好，先生你好，很高兴为您服务，请坐。当翻译让你服务，请坐。当翻译让你服务，请坐。你好，我刚接手父亲的果园。你好，我正接手我爸嘅果园。你好，我正接手我爸嘅果园。有些农药喷洒施作的问题，有啲嘅喷农藥施作嘅問題，有啲嘅噴農藥施作嘅問題。我不知道可以向誰請教呢？我唔知做得老馬人請教，我唔知做得老馬人請教。先生，您可以再說明一下嗎？先生，你做得我說明一下嗎？先生，你做得我說明一下嗎？最近我家柑橘園的病蟲害有點嚴重。你參與我屋下嘅柑園，蟲害當上中。你參與我屋下嘅柑園，蟲害當上中。請問該怎麼處理比較好呢？請問愛樣辦處理好好？請問愛樣辦處理好好？了解，病蟲害防治相關問題屬農業業務。了解，病蟲害防治嘅相關問題屬農業業務。了解，病蟲害防治嘅相關問題屬農業業務，為農業局負責。歸農業局負責，歸農業局負責。我為您撥電話給農業局同仁。我讓你打電話給農業局嘅同事。我讓你打電話給農業局嘅同事，請他為您詳細說明。請佢讓你詳細說明。請佢讓你詳細說明。請稍等一下哦。請等一下哦。請等一下哦。先生您好，畢信成。先生你好，我係鄉村。先生你好，我係鄉村。很高興為您服務。當歡喜勞你服務，當歡喜勞你服務。陳先生你好。哦，先生您好。陳先生你好。先生你好。陳先生你好。先生你好。您家的柑橘園，你屋下嘅柑園，你屋下嘅柑園是遭遇了什麼類型的病蟲害呢？係觸到乜嘅型嘅蟲害呢？係觸到乜嘅型嘅蟲害呢？最近黑心病跟新天牛的發生很嚴重。你參與無神平老發點牛股兒嘅平海當上中。你參與無神平老發點牛股兒嘅平海當上中。農業局有推薦什麼好的防治效果嗎？農業局有推薦乜嘅防治效果嗎？農業局有推薦乜嘅防治效果嗎？先請問您發生的時間多久了？請問你發生嘅時間有幾久了？請問你發生嘅時間有幾久了？受害面積有多大呢？受害的面積有幾寬呢？受害的面積有幾寬呢？一整片果園都有。規大片果園都有呢。規大片果園都有呢。若是情況有點嚴重，係講情形嚴重，係講情形嚴重，建議您立即噴灑農藥。建議你殺殺噴藥，建議你殺殺噴藥。那要噴灑哪一種農藥比較好呢？愛噴呢種藥好好呢？愛噴呢種藥好好呢？相關推薦用藥要先請您到農業委員會。相關推薦用藥要先請你向農業委員會。相關推薦用藥要先請你向農業委員會。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的網站。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嘅網站。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嘅網站。網站內有個植物保護的欄目。網站內有植物保護嘅欄目。網站內有植物保護嘅欄目。裡面就有植物保護手冊供您參考。底部就有植物保護手冊俾你參考。底部就有植物保護手冊俾你參考。裡面就有噴灑農藥的建議是嗎？底部就有噴藥嘅建議係冇？
地杯超入喷药嘅建议系无？是的，果树病虫害的专区里面，係啊，果樹蟲害嘅專區地帶。係啊，果樹蟲害嘅專區地帶。有各种果树相关病虫害的防治方法。有各種果樹相關蟲害嘅防治方法。有各種果樹相關蟲害嘅防治方法。您可以在文件里得知。你做得的文件度地帶。你做得的文件度地帶。针对不同病虫害使用的药剂名称，針對冇同樣嘅蟲害使用嘅藥名。針對冇同樣嘅蟲害使用嘅藥名。施药方法及注意事項。噴藥方法留注意事項。噴藥方法留注意事項。好的，还有其他管道？好，還有其他管道。好，還有其他管道。可以更了解農藥的相關資訊嗎？做得更加了解農藥嘅相關資訊無？做得更加了解農藥嘅相關資訊無？您也可以到辖區的農藥店詢問。你也做得去開啟嘅農藥店詢問。你也做得去開啟嘅農藥店詢問。請販賣人員推薦有效的藥劑。請賣農藥嘅人員推薦有效嘅藥劑。請賣農藥嘅人員推薦有效嘅藥劑。我知道了。愛哋咧，愛哋咧。我們目前在推廣中央制定的農藥減半政策。我哋列下當推廣中央制定嘅農藥減半政策。我哋列下當推廣中央制定嘅農藥減半政策。鼓勵農民少用農藥。鼓勵農民少用農藥。鼓勵農民少用農藥。病害準備要發生之前，病害將會發生之前，病害將會發生之前，可以先做預防措施。做得先做預防，安排來處理。做得先做預防，安排來處理。好，謝謝你提供的寶貴建議。好，希望你提供該寶貴建議。好，希望你提供該寶貴建議。不客氣。唔是客氣，唔是客氣。有任何問題，歡迎您再來詢問。有任何問題，歡迎你過來詢問。有任何問題，歡迎你過來詢問。謝謝。希望。